唐警員，請問你喺呢單案件入邊負責乜嘢工作？我主要嘅職責係搜查被告人嘅房間，同埋參與部分調查工作。我哋睇下證物 P3 第一冊相簿第6號相片。請你講下呢張相係咩嚟？相入邊有一個藍色嘅大背囊，同埋背囊入邊搜出嚟嘅物品，包括相機、鏡頭、腳架、閃光燈，仲有盒白色安全套。麻煩你睇下係咪我台面上面嘅物件？係。咁我想問下呢個背囊同埋台上面嘅物件同案件有啲咩關係？我哋當場同被告確認過，呢個背囊就係案發當日拍攝所使用嘅，而被告都表示呢個背囊由案發當日去到我哋拘捕佢嗰一日，入邊嘅物品都係完全冇喐過嘅。